的听法的这个前行我们要为一切众生发愿，为一切众生发心发心在轮回中的每一个众生都是曾经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亲，那么在这么不断痛苦的这些六道中的一切众生，我们要为他们要发菩提心，为他们要修持佛法，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听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的法。那么在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的法初步分为就是共同外前行以及不共内前行两个部分。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讲的呢，就是在共同外前行部分的，那么就在讲到那个生死无常的这个后段那你们的课本的第42页是吧？是第42页，然后再接着看那个帕当巴格西说：若于相续中生起此无常，说为入法因，终为精进边，最终能获得光明之发生所以相续中若未生起此真实无常之念，仅仅在表面上求法修法，最终将成为佛教有旨之因。丹巴仁波切又说，西藏修法之中，无有一人修死亡，因为曾见谁流逝，身着生衣洗积财，其实供养于阎王，收藏一切妙财宝，岂非嫉妒暗地中，贿赂供养地狱主？若见西藏修法者，不觉仰叹，哈哈笑。那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就是无常的部分，我们要观想生命无常的部分。当然，在所有的人都知道生命是无常的，但是最终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在无常之中。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是作为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说到，就应该我们更加的要去观想自己也在无常之中。那么对于无常来说到，就无常不光是在其他的人，都是其他的众生，都是在自己也是包括在里面的一个这样的范围。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我们有的时候就想，那这个就是事实的道理。很多的那个实践人来说到，也是都知道这个方面来说到，为什么要特别的就是要观想无常等等这些的道理呢？有会这样想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刚是知道无常也没有用，我们就是以无常要观想无常，观想无常，整天观想无常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真正的就整天观想无常那么无常同时我们就要修行。我们不是为了修行的话，我们观想无常也没有任何的用。我们主要呢，就是在为了要修持佛法，为了要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为了从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我们要脱离出去的话，那我们必须得要修持能够可以脱离六道轮回的这个方式，能够可以去入那个成佛的那个道路的方式，就是修持佛法。那么修持佛法的话，就是因实践人就有各种的因缘，各种的这种烦恼所产生的懈怠、懒惰，然后无明、愚痴等等，很多会修持佛法的障碍。那么为了去除这些一切的障碍的方式，那么就最好的方法来说的话，就观想无常。那么前面在那个帕当巴格西所讲的一样升起此无常心的话，那么最终呢，就是相当第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升起此无常初始的时候呢，就是称为如法的因，然后中为呢，就是由中间呢，就是
成为了精进修持的，就是鞭子一般，鞭子是马鞭子然后骑在马的身上，然后马不愿意跑的时候呢，用鞭子来抽打马的身上的话，那马是会跑得快。那么这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能够可以进入佛法，因为知道生死无常，生死无常，然后死了以后又要继续再投胎到哪里，再怎么样的轮回都不知道，所以呢，就是有害怕对轮回的参生会对轮回的恐惧，然后可以进入佛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刚是进入佛门也没有用，因为不去修持佛法的情况下，你只是这一生当中进入了佛门，但没有修持的话，那当然就比起没有进入佛门的人来说的话，那就是更好一些，至少就是已经结上了一个缘但是没有修持的情况下，那下一世是会先来我们过去世的一切的恶缘的果报，还是说你再一次皈依佛法的这个殊胜的因缘引导你可以再修持佛法，这两个来说的话就是不好说的，不定的。所以过去有更严重的那种业障的话，那也许可能是先会产生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业的果报。所以这种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修持佛法。所以修持佛法是更重要，当进入佛法是很重要，但是进入佛法都说很殊胜，能够可以接触佛法，但是没有修持佛法的话，那也不够殊胜。所以呢，一个修行人修持的过程，经常惯修无常的话，那么就变成能够可以精进修持的，就像马儿不能跑的时候，就是用鞭子抽打一样的，变成能够可以自己不得不努力的修持佛法的，变成这样的一个鞭子一般的，然后就是精进的知音精进修持的知音。那么最终的话也是能够可以在获得光明智法身所以就这个所谓的光明智法身，这是大圆满的这个法相永此那么意思来说的话，就是会成佛的那么就会成佛的因缘。所以相续中若无生起真实无常之念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没有产生真正的那种无常之念头的话，那么在仅仅我们表面上表面上只是有了一点点那种怎么说呢求法或者是修法等等的这些，做了一点点那种的话，也是在实际上来说的话，还是又把一切事情当中呢，修持佛法是最为殊胜的这种怎么说呢方法是做不到的。所以就是对修行上来说的就不够精进，也不够的用心，也不够重视。如果一个人曾怎么说呢，在相续当中真正有产生了生命无常的一个这样的感受的话，那么这个人的修持是完完全全就不一样的，那就非常的心境的，而且也是修得很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在这边就是印度的丹巴鲁伯杰说，他对西藏人说，西藏修行人的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人修无常法，就是死亡法。就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他看起来，因为他就是那个时候呢，针对的就是西藏人，所以呢，他讲法的对方是西藏人。实际上，这个可以说是对所有的众生，或者是对这些所有的修行人。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当下的面对的人都是西藏人。他说：“西藏人，你们西藏人修行当中呢，就是修行人当中呢，就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就观想无常，观想生命无常。
那么这不观想生命无常的时候，那能可以修得好吗？那当然修不好。所以就这里面讲的就是一定要观想无常，无常是非常重要的。无有一人修死亡，所以修死亡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修怎么说呢？死亡无常的法，只是知道死亡没有用。很多人都会知道死亡，甚至就是不怕死的人还是不是修行人里面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就光是你不怕死亡，或者是知道会有死亡，这样就够了吗？那也不够，就是必须得要修。我们修行人为什么要观想无常？我们修行人观想无常是为了要修持佛法，精进努力的修持佛法，今生能够得到成就，所以就是要修持无常。那么我们在修持佛法的时候，观想无常的话，对我们这个珍贵的这个实践是会有它的这种珍贵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更加的不浪费时间，然后好好的修持佛法然后同时接下来就是还有登巴仁波切接着有讲在身着生衣西基彩那么这个来说的就是西藏人，所有的西藏人里面所有西藏的修行人不修无常以外，还有就是更加的有些穿生衣的那些出家众也是非常喜欢怎么说呢？积极财富，就是金钱等等这些东西。那如果是及时供养与阎王，他说如果是看你们的做法，好像对一个修行人一个出家众来说到，那肯定知道会有死亡，而且肯定知道死后呢就是会见到阎罗王，这是不用讲的。但是你们还是这么的那个积极在那个金钱这些很努力的就是积财，看这样的样子来说到，那是不是你们跟阎罗王已经说好了，你们在这里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去积财，然后到了时候呢就是供养给阎罗王，已经是不是讲好了这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他的意思就是那就他看不出来你们所做的这个真正的意义，就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这些都是我们也可以再用来对每一个人自己的怎么说呢身上，然后去看如果是他为什么说怎么说呢身着生衣，这就是那个身穿的生衣是修行人不意外，就是在修行人。为什么讲修行人？因为修行人本身知道，第一就是生死无常，第二知道因果轮回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不去执行的话，那你是为什么有什么其他的目的难道你是不是说好了跟阎罗王供养给他，就你可以不需要承担一切因果的责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是不对，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里面来说到，我们能够可以再了解修行，那就是最主要呢就我们的生死无常的观想是从内心当中真正的相续当中真实的有无常的感受。没有真实的无常的感受的情况下，那么在人呢，不管是修行人，不管是出家人，不管是在家人主要的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针对的对象就是修行人，不是讲所有的众生。当然讲所有的众生的话都是一样，但是最主要的对象就是修行人。修行人当中呢，就是表面上或者是所谓的一个修行人这样的三个词的，用这个三个词的这个名词来看的话，这个呢就是所有的修行人。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修得好的跟修得不好的。所谓的修得好的是什么呢？他们有观修无常，已经了知无常的真相，
了知无常的真相而修持的时候呢，才是会修得更好，那就变成好的修行人。那有些修行人，虽然他是修行人，但是修得不好。为什么修得不好？因为内心当中没有生死无常的感受，也没有生命无常的感受，所以呢，执着、贪念是没有办法断除的，没有办法断除对这种世间五蕴的一切感受、一切执着的时候呢，不会变成是好的修行人，因为没有办法修好。所以今天实践的有一点点的小的事情跟修行的重要性，这两个从这种没有生死无常的感受的一个人来说到，第一个先会选择实践的小的利益，不会选择这个修持佛法的大利益。所以这个利益关系在利益大与小、长与短这个方面的取舍完全是做不到。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来说到，是不是根本就不懂法的人，或者是说懂法的人这样讲到，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比较懂得因果轮回也懂，生死无常也懂，但是呢没有就实修的人，生死无常是懂，因果也是道理也是懂，而且相信因果是不虚假的，但是呢真正的在内心里面没有感受自己会死，或者是什么时候会死，死源无底没有说死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很清楚，或者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都定不下来的，没有办法再确定的，这些都是本身都是事实的，但是对这个方面没有去想过的。因为我上次第一次我们在开这个课的时候，跟大家也说过，你们有没有过回去的时候呢，在每一次的课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个功课？应该有，按道理来说的话就是一定要做的，而且我也是有提醒过，对吧？但是回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这个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们应该有做所以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才会真正的能感受到。今天我们所讲这本书的内容，讲这个课的话，那也并不是说是不完全是为了这本里面说了什么我曾经没有听说过的内容，或者是解释出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些道理等等，这些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也不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呢，这就是有在传承的一切传承上师们一传承下来的没有间断过的这个传承呢，今天同样的传给你们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过去历代的这些传承上师们一次又一次传承的过程当中所修持的所执行的这些方式，那我们也是必须得要执行的，我们也是必须得要学习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也是不仅仅是要这里面就是增加一些对佛教方面的知识，那么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实修的课程这就是一个实修的课程。为什么呢？因为听这个课的时候已经到了对佛法没有什么怀疑的，而且是没有什么相信与不相信的，修行是正确的，而且这是对的，都是殊胜的，有功德的，这些都是本身就是已经是承认，而且是自己也是对佛法对传承都是有足够的信心感，而且今生呢就是有求法的心，是真实的求法的心的人才是会得到这种法，然后得到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实修的。所以这呢就是大圆满的前行法。前行法也是不光是在讲解上文字上讲解一下，理论上让你懂一点点不光是这样，必须得要实修。实修的时候才是不
不光是从耳朵里面听一下，内容我大概稍微了解，那你了解的部分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在你自己的内心，而且从你自己的内心当中有没有产生这些真实的感觉，这是非常重要。从内心当中，我们今天在讲身属无常的这个课快要讲完了，但是在自从一开始讲身属无常的课到今天的之间，你们回去有没有在做这个身属无常的实修？有没有打坐？有没有自己就是在对这个无常上真正的去把所谓的无常跟自己这两个有没有融合在一起？这样来有没有打坐？有没有这样去实修？这个是重点。没有这样去实修的情况下，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们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文化的基础然后加上呢就是有学佛也已经是很长时间。那么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讲的再差讲的再不好，也是我相信你们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得到一定的知识，一定的理解，因为呢，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有非常好的这个学问的基础，加上呢也是很虔诚，有亲近的心，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知识，会听得懂很多。但是刚是这样的话，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全部都是会忘记的。那如果都是从一开始听课到今天没有去实修过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已经从第一次讲的第一天讲的这个方面的课，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忘得干干净净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所以我们修持佛法，我讲课你们听课，我们一起在做什么？我们一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实修一个法。实修的时间是什么？我们实修的这个讲课的时间是每礼拜6的下午2点到5点的时间然后这1、2、3个小时嘛，是不是？3点、4点、5点，就是就每一个礼拜里面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是讲课。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在下礼拜6之前的7天的时间7天起夜的时间是做什么呢？就是在实修。所以比如说有人在外面问你们说你们是在哪一个佛学会，那你们肯定说我们是台湾祖亲的弟子。那么台湾祖亲佛学会的弟子们，现在你们在修什么？你们应该说我们现在正在修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怎么在修？我们每个礼拜6听1次课，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修一个礼拜，就是那一天讲的课我们再实修1个礼拜。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你们有没有在之前有没有做到不知道。之前我是说过了跟你们说过好几次，就是说今天的课讲完了，回去到下一次之前呢，必须得要实修，必须得要回去打坐打坐观想什么？像这个内容。我们今天讲的身属无常，就是必须得要回去想回去观身属无常。没有去观身属无常的话，那就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今天停一下回去了，然后过几天以后就是忘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没有太大的用。所以就希望不能变成这个样子。自尊做人着康着我